打开后，咱国内疫情转好，嘛个真稳定。也毋过世界卫生组织又个提出警告，指出讲全球有真侪所在新冠疫情有褪色的趋势。咱国内的医师是表示讲，新型的冠状病毒结果无啥稳定，几个月就有一个新的变种，所以中和感染的情况是真普遍。尤其是天气较凉冷咯，病毒的存活率卖较久，所以建议民众搁再注一档的疫苗。 国内新冠疫情持续降低，根据疾管署上新的监测，最近7天平均每天新增加45例，顶礼拜每一天平均新增加8例死亡，比前一礼拜15例降低47%。虽然最近国内疫情完好真济，不过世界卫生组织搁再发出警告，全球真侪所在的新冠疫情有升悬的趋势。 Ahead of the winter season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deaths are increasing in some part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Asia. ICU admissions are increasing in Europe, and hospitalizations are increasing in several regions. 世卫估计，全球目前有几60万人因为新冠住院，情况使人烦恼。国内医师也讲，新冠是一种冠状病毒，伊的结果无啥稳定，几个月都有一个新的变种，所以颠覆感染的情形真极快。 尤其是伫换季变冷的时阵，会互病毒的存活率扭长。呼吸道病毒都是在秋冬天容易流行，所以未来在秋冬天，可能所有的病毒都会有上升的趋势，包括新冠在内。根据疾管署的统计，目前本土甲境外移入的新冠个案，也是以 XBB 变异株占比达到9成上济。为了因应秋冬可能会有新冠疫情搁再来。 疾管署也规划 XBB 疫苗上近9月底就会开始做。老人是因为说免疫力本来就是比较退化了哈，那是所谓的脆弱族群，然后胸腺也比较萎缩，那 T 细胞比较不能够去记忆过去所感染的疾病，所以当然也建议说这些有疫苗就尽量去施打。医师表示，目前包含新冠甲流感这疫苗，拢是针对上新的病毒序列去进行制作，所以会当有效对抗。建议民众上好会当搁注一剂。不过爱特别注意的就是，秋冬除了新冠、流感以外，也有呼吸道融合病毒。 对婴幼儿甲细汉囡仔也是有危险，家长爱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